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伙来关心。第28届社团法人凤凰城国际青商会所办理的台南市十大杰出儿童，对年初就开始筹办的工作，过程相当严格。市长今仔日也特别拨工亲自莅临颁奖，来鼓励这寡小朋友继续向上打拼。一般的孩子能够得到杰出儿童应该不仅仅是学业成绩不错应该其他各个面向都要有非常杰出的表现，才有办法得到这个荣誉所以校长也好，老师也好平时的这个教诲功不可没。我在这里跟各位老师、校长表示感谢。那当然有这个机会我还是要感谢我们凤凰城国际青商。徐会长，还有创会的林会长，各界的会长，我们都有好伙伴大家热心公益特别设定的这个活动另外，立法院上午通过地方制度法修正法，未来地下市县市议会正副议长、乡镇市民代表会主席、副主席的选举甲罢免，采记名投票。市长对此也发表伊的看法。我也感谢在过去这1年的时间里面，包括陈局市长跟我共同提案，在中常会通过，蔡英文蔡总统也一路相挺。我们希望这个基础作为未来彻彻底底解决地方黑金政治的基石，让台湾的政治能够更加的清明，那这样台湾才有未来。台南新闻网找采访报道。万里社区因为地势较低，每一摆落急雨总是淹水的明星地点。虽然市府对98年到大已经办理相关背景改善工程，不过遗憾是顶一摆大雨嘛同款予居民了水。对此，赖市长回应，认为前市长可添在任内所规划涵上拍通，才是上好的方式。所以家庭以后嘛希望甲当地沟通，不过最后同款是反对，随之何解用替代方案，请市民了解。其实我非常关心南区的这个淹水的问题。当我们县市合并之后，把治水列为最优先的政策。那么其他明星的淹水地区也都一一获释解决。看到南区这个工程都没有办法进行，其实我还蛮遗憾的，还蛮遗憾的。这个我必须要讲了最好的方式可以产生最大的效果，还是原来的规划，就是许天才市长时代就已经规划好的，从这个明星路截流从5号放水口出去，这个是最好的规划，效果也会最好。可是呢，民众不赞成，民众反对，所以许市长任内没有办法做，预算也被收回去了。我接任市长之后，再去把预算找回来，然后也跟民众做沟通，可是大家都不愿意一点呢。把湘涵打通一劳永逸，不要所以不得不为了要解决这个淹水的问题，改弄4个抽水点呢。你看，给多困难，给多麻烦，给开多少钱，效果阁无原来好。所以如果淹水，咱里面千万唔能够怪会中包括议员林美燕、吕维英、曾耀珠以及南区侪里长拢共同出面关心，并且提出建议，希望在今年2月已经发包，预计10月底进行完成的万里排水改善工程，会当真正发挥效果。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维管大楼在后中间的进度是议员杨忠成今仔日总咨询的焦点之一。伊指出，有传闻市府要用好的介绍将土地买落来，即使原本有意要原地中间的住户纷纷撤迁。对此，议员希望市府介入协助，好住户会当达成共识。第一，会当互
要卖人摕着足优惠的土地款，因为我知影490坪共有人有116个，那么这116个，将近相信话那一半以上要搁留伫原地啦，那么有一部分观望，有一部分是希望离开，那么好会当分开处理，来甲咱这个现款甲这地主处理哦完骨，互咱大家拢得到伊所需要的啦。你那土地伊要卖的时阵，我有宣布过，就是讲我们会用善款，先来支应给他们这个土地价款。那目前这一部分呢，我们公务局已经经过1个月已经估算出来了，每坪是那个地方委托公证的建价单位估算出来，每坪37.7万。我们这个重建小组基本上已经有一个共识，就是说4楼就37.7万每坪，然后呢，根据不同楼层去给它调整价格。但是这个调整的比例就是根据目前永康预售屋的这个标准，每一个楼层不同的标准。是的，这部分已经完成了。议员认为，针对是要搬迁的住户，市府应该用较悬的土地款来购买。对此，市长赖清德强调，将会先以低档现款购买搬迁住户的土地。而对着是要原地重建的居民，都发局也会帮忙成立都建委员会协助重建工作。电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议员林志典上午早到多位南科住户签署的联署书，向市长赖清德请命。伊指出，南科周边地区人口增加，附近3间小学，包括善化、小新、大成国小，学生数也持续增加，造成囡仔读小学面临无学校通好读的困境。议员建议伫南科特定区增加学校，也则是将土地上少无够可见的小型国小搬迁到这个所在，解决学童的就学问题。咱平均一档130几个话，势必就对啦嘛是无法度，互因有法度踮遐读啊，因嘛是爱倒去找学校嘛，在因的认为啦因有够无奈啦，因讲因拢双薪家庭即马迄天我伫现场听到，我嘛感觉真艰苦啊，因讲即马是辛酸呐家庭啊，不是双薪家庭啊，因想要到讲既然为着囡仔的教育，爱倒去找学校啦，袂当就近自身你要读小新就对啦咱莫讲因看小新国校会当踮读，袂当读会接受袂啦。伫个 LM7新起一个学校，同时呢，咱小新里甲周边的民众拢有联署陈情，所以我今日伫遮正式甲你回应因为附近的3间学校，小新国小、大成国小、甲善化国小，其实嘛已经拢要饱和加上 LM7即摆已经有1600几户，人口未来嘛会增加，所以我伫遮同意咱林议员的质询，甲民众的陈情，决定伫 LM7先起一间学校。市长赖清德当场答应，要伫南科特定区用功电城新增建小学，以应付未来成长的人口数。电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臭肉精不要来，臭肉精不要来。议会国民党团坚持反对三马精猪肉进口的立场，批评民进党唔通伫选前为着骗选票来讲一套，选后又搁做一套。反倒民进党有可能利用多数优势，伫立法院强制通过三马精猪肉进口。因此，呼吁市长赖清德为着台南市民的健康，一定要坚决向蔡英文总统表达反对的立场。含瘦肉精的猪肉，有没有很大的影响百姓生命、百姓健康？这一点大概的很多文献里面都记载是事实。所以国民党团会今仔日开记者会的原因，就是民进党执政了，一直伫中央挟着以多数民意强行通过一些跟以前不一样主张的法案，让百姓都无所适从。我相信
这个美猪和塑料进口无偌久，底因强大的立委多数之下一定通过。可是咱台湾的百姓要安怎？过去你安怎样坚持？为什么你摕到政权了后，你竟然把咱所有国民的身体健康安全，拢改付之流水、置之度外？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台湾的民众呢？你今天如果真的是爱台湾的话，你就不应该选前选后是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脸孔。所以，伫这所在，我们要坚决把所有民进党的从政人员，也是伊即卖行政首长讲，台南市阮是拒绝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入台南市，所以同款的标准，台湾大家拢无欢迎有含瘦肉精的猪肉来进口。除了反对三马精猪肉进口，议会国民党团也要求未来伫台南市食品安全管理自治条例当中，将提案增订条文，伫台南市贩卖的国内外猪肉产制品，袂当检验出三马精，违反者处新台票30万以上至8万以下罚款，并且按日连续处分，以保障市民的健康。电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靠近宝林国小中心社区一排巷仔内停车，因为最近10天内传出至少有3摆有车主反映伊的车链无明机标被突破。其实过去都有民众反映，毋过拢是家己偏仔懵咧，但现在歹徒利用半暝来恶意破坏，愈来愈频繁。加上车主一摆阁被突破4链，连车身嘛连带被刮。以一链3000来算，加上拖吊费，除了要扣无目屎，已经造成人人惊吓。最近较少哦，最近吼，打3台嘛2台，你那拢破哦，警察拢安尼哦，我车主吼，大家拢会惊啊。像我们这边都时常被人家刺破，还是画那个钣金啊。我亲身经历就有3次了啊，这次最严重就是三个轮胎都把你刺破啊。钣金到今也无钱通修理，修理起来都要几万的啊！因为最主要是阮家吼，长久以来都没有那个监视器哦，一直找不到凶手啊。他最近这个犯案的很疯狂啊，连续2个礼拜一直在放啊，警察都抓不到了。因为已经毋是单一的个案，造成社区民众不安，所以车主除了第一时间先报案，嘛希望你来会当申请监视器来遏制犯罪。李长表示，警方已经加强巡逻，希望早一天找到这名恶人。因为即个问题就是咱监视器路人也袂当讲政府即摆伊的监视器重要是伫大路，无伫即个巷仔内啦。政府的监视器，阮若从咱路边就拢有监视器啦。所以即个问题是足困扰。我个希望讲，互警察咱看，敢袂讲因顺着，都顺着，看会当抓着袂？加强巡逻。加强有啊，迄警察有讲伊加强巡逻，他们说一个晚上那个因时啊足接咧巡啦，就足接咧巡的时间，毋知是要安怎多，伊无顺着的时间啊。经过居民研判检测，有车主一停就是几个月拢无刷，起来是有侪报废车辆拢来遮违停霸占车位，造成有人不满来落手。不过毕竟伤害已经发生，社区民众嘛就先团结自救。电视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汽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来自后壁区知名上佳农产品，去年首次跨区来到百汇行销以后，备受好评。所以今年伫民政局长、后壁区长以及农村产业文化发展协会带领，再次甲百汇合作，以后壁美食节来积极推广，希望互民众感受当地乡土味，打响后壁区的知名度甲餐饮文化。我们是希望说，借由原百这样子的一个通路，来打响后壁的品牌。那在这里，希望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后壁的优良的产品、优秀的产品。那我们知道后壁有冠军米，它是全台湾最大的谷仓。那它同时也是嘉南平原的中心点。我们借用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环境跟一个平台推广的机会，让我们从产业升级到餐桌文化，就是米的餐桌文化，就是原本我们以田间管理，然后现在我们在米食推广方面，我们能走出来，然后我们带了我们178的社区的很多产业啊，然后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会中冠军米的主家昆明白马教场为后壁上届知名的挂稻仔饭等农产来赞声，将繁华都市味炸入在地乡土味，这个贵宾嘛拢亲身品尝，食甲津津有味。挂稻仔饭是最佳的这个米饭料理啊，可以吃出这个最道地的乡村的味道，而且非常的香。挂稻仔饭是我们台南最有特色的这个美食佳肴。那这个把我们乡村的那种感觉、味道都有感受出来，尤其这个后壁的米啊，特别香。光闻的味道就觉得它很香了，然后吃起来口感更好。对今日开始到5月29号，为期3天的后壁美食节，嘛邀请民众把握机会前来品尝。电视新闻管及郭国义采访报道。现场展出单山火展览大师，这伊虽然用破杆仔所创作出来的作品，以及水墨画家叶志德，伊创新的技法，和水墨也有抽象的意境。当然，伫个纪录片当中，也有侪艺术大师，拢是来自台南，希望借由影片介绍给大家。那这个展览，我们现在呢，经过整合之后呢，我们每2年才会办一次。那这2年的时间呢，就会由前辈的这个资深的这个艺术家的这一块呢，跟中壮辈的艺术家这一块去轮流做，在年度跟年度之间做交替去做展览。那我们今年呢是第1次转型的一个展，那这一次呢，很高兴我们邀请到我们叶志德叶老师跟陈三火陈老师2位艺术家来代表台南，那推出我们这一档非常特别的杰出艺术家的展览。以我个人来讲，我是身为台南的市民一份子，我是感觉到骄傲。我也相信，在这半年的时间，要全台湾走透透，用这样的作品去向其他县市的朋友，尤其是艺术界的朋友做介绍。我想我们绝对是可以说是有信心之外，也可以说是有一种荣誉感的。第1届台南市杰出艺术家巡回展，除了伫咧台南展出，也会到台中、台北、台东、高雄等所在展出，希望让全国各地民众能够熟悉咱台南府城的文化内涵。咱新闻网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